界年年选小姐，美女人人想要赢，一旦当选随出名。环游世界真好命。哦，这世界吼，年年拢有咧选什么世界小姐啦、环游小姐啦、美腿小姐啦、美齿小姐、妙龄小姐啦，做这小姐拢有咧选。即马现代啦，才会当安尼主动报名参加。若迄古早的就无共啊呢。你若唔信咱看今日的俗语，开心小姐，请。辣妹。辣妹。皇帝选宫女，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就嫁。哎呦，有人就嫁啦，那就注意。嘿啊，迄个皇帝选宫女吼，爱对这个元朝吼，蒙古这成吉思汗开始讲起啦。迄当阵听讲吼，皇帝拢有咧选这个宫女吼，进宫啦。迄个较老实的老百姓呢，拢烦恼啊。哇，阮查某囝老选起安尼吼，一世人拢无在就出宫。咱的亲戚呢，袂当进宫呢去甲探望。哇，这烦恼。可怜哦。再讲若较巧的这老百姓呢，伊就会想讲安尼袂用的呢，规气啊，将我这查某囝呢吼，安尼清清彩彩来嫁人，嫁有人爱就好啊啦。对吼。大妹诶，阮小妹吼今年16岁啦，嫁互你好无？我甲你讲哦，唔免聘金啦，嘛唔免食饼，金嘛免啦。有恁小妹要嫁我？是啦。也较歹咧，他唔听看嘛咧。我敢若搭肥吼，对家尾遐搭到遮来，上无要有20个以上的查囡仔要嫁我。后甲田园，后甲店面，迄拢14、15岁拢外美了，比咱的开心辣妹还阁较少年。我都无同意咧，讲。真好哟。是啦，所以讲伫咧原条吼，这参迄个搭配欧里上吼，人气就配爱惊死啦。嘿啊，所以讲这就是安尼，互遗族通知吼，通知吼，那迄人民的吼悲哀。所以咱今日即句俗语，即个皇帝选宫女吼，有就嫁吼。你甲看卖，迄用有的呢，也无互你选择的余地，也无互你考虑吼。我咧看吼，即可能古早吼，迄个查囡仔吼，行情较歹啦，较无行情。迄是元朝古早时代啦，即摆无迄个空啊啦。就是咩？总有一句呢，今日主题就是要奉劝男女啊，唔通伤苦头。